继续来看立法院各项诉讼咯。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的助理办公室挂名执行长的历代生技公司的创办人张天良，伊涉嫌做白手套，提几百万，污洗到营建署道路工程的组长，护航到特定的厂商，摕到婚姻关道路工程的补助，嘛摕到道路软体服务的标案，这已经卡到贪污了。检调长一透早，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展开着搜索，总共约谈23个人，其中有12个人列被告。今仔日陆续以30万到50万块来交保。立委办公室的这个执行长、甲营建署的组长、甲业者，因为涉嫌重大，恐惊因的串口径，所以甲这3个人申请收押禁见。甲衫穿甲呢，规边往起来，无想要互人翕到伊。伊是营建署工程组姓郑的科长，以50万块交保，和工组姓张的组长涉嫌食钱、护航厂商白手套，伊竟然阁是立委的助理。历代生技国际创办人身兼立委办公室的执行长，敢若利用这个头衔，为去年开始，伫咧婚林太阳能绿电市区道路整修工程标案计划案，接受投标厂商的拜托来做白手套，污洗营建署道路工程的组长和科长，金额1亿几百万，佮招待林会手，伊得提供相关软体资料给业者。调查中嘛，2位主管就先调离主管内部来宣导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搜索地点包括立委郑天才助理办公室，检察长先通知立法院秘书长，再去报予院长，经过同意了后，才正式搜索。从来没有针对这个什么绿电啊，还有什么社区道路啊，不曾召开过协调会啊，所以我完全不清楚啊。检调查出白手套对外关系真好，真侪年来，伫咧国民党、民进党立委办公室都捌挂名职务，今嘛也未调查出有任何一个立委涉这个案。涉案的营建署组长、干政的官费，敢若加正副署长和主秘加一项，而且已经有厂商指证，专案迈向贪污治罪条例扩大侦办。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